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今日嘅节目当中，要同大家来小结物嘅喏，就系大家伫福起来一路以来小结当到小农嘅农产品。不过其实当到小农啊，佢也当上忙啲嘅工作，不过就有一个问题，佢也就会遇到，就系呀行销嘅问题。故所佢也就遇到行销嘅问题，按样解释喏。当到人啊，除非有无缺嘅方式，比如讲实习吧，也系讲其他通路按样嘅方式来销售。不过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平台，一个平台当 TP 落去，唔但唱适合嘅当到学生嘅，还个业界，还个小农，所有嘅东西全部落去连接起来咧。也系乜嘅平台喏，细细嘅来分享。今日节目地度邀请到嘅来宾，佢系安台科大嘅教授，同時咪係酷店教研嘅董事長，歡迎王炳禧教授歡迎。主持人大家好，今日改歡喜有一個機會啊，跟人大家來介紹啊。其實人客家嘅後生嘅啊，改到關於耕田啊，喺農業方面啊，很有成就啊。人今日改分多多酷店校園係一個改好嘅平台，一個100空嘅大學聯合起來嘅平台。從亞基本哦，最感動嘅都係客家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真嘅哦，故所今日就邀請到董事長來同大家來小結哦。第一咧，因為愛同啲小農推銷佢哋嘅產品嘛。第一咧，愛同大家來小結就係魯肉皮咧啊，魯肉皮客家人親啲嘅哦。客家人世界開始都有啊。冇唔錯，老頭擺開始就有啲嘅魯肉皮咧。唔過你今日帶來嘅魯肉皮咧，佢嘅色貼片冇用用東江誒，很少女的顏色，水粉色咧哦。跟櫻花的顏色是一樣的。對，櫻花的顏色，做乜嘅人嘅肉皮咧，會有暗用嘅色目、暗醬嘅色目啊。同大家分享一下。主要嘅嚇，一個啊就有愛心嚇，嗰度事情做得出。裡面嚇，美濃嘅肉皮咧就白玉蘿蔔。對，新農藥。全台灣搶一家有啦。咁一個呢，都12年嘅開始咧，嚇都藝語拜啊，即係一個感謝都藝人後邊去注意利用得，用得同藝共用美濃，藝兩人本來都同學啦。哦。啊，伊上去梗係都潛嚟，伊講啊變去啊，伊看到面嗰度後生嘅貴氣嘅咩，太好神咯，貴氣嘅以後啊，產生一個問題啦。伊如果實忙咩，佢實忙耕田，佢實忙就聽唔講嘅問題就，東西做出嚟以後啊，賣唔出去，也個都幾痛苦嘅事情嚟。所以藝家都計講，係講啊幾簡單，係講啊藝沒有看到一個問題啊，主要有兩個問題，第一啊，都天要管理。今年農業嘅嗰度東西要管理，天要用科技，數據化呀，都有人講嘅，嗰個科技啊，等等。第三面哦，我點乜嘅按到行銷，行銷幾簡單啊，其實都講故事嘛，講很感動人的，就會感動自己那個故事，你專業啊。所以人家嘅吼幾感動哦，都人美濃嘅企業家吼，人睇台北幾談住哦，大家都一張也會攝一下。哦，係有一個講座同大家先合片。都都大家都做卤煮用嘅，都像包括就你看張勝和以前的財政部長咩美濃人啊，林湘仁，頭擺嘅農委會主任咩美濃，鍾榮基咩美濃人，一定都會讀書嘅人。啊，你看林榮賢，啊，全世界做喇叭做得最大嘅吳奇雄，啲咩客家人啊，佳傑。啊，都專門做團藝啊，那個團藝那個叫團姐妹哈，都外銷日本，對，也是全世界都做到個台啊。哦，咁藝人都全部都，咁家嘅藝都去啦，藝都跟伊講，係講啊，主要一個想法咩，我跟藝人面都貴起一條面濃嘅一條後生嘅，我用嘅教育，馬個按到管理，馬個按到科技改用用，馬個按到行銷，咁人家個。客家企業家啊，都出60萬哦！哇，出按多錢？學米費要出60萬，都係兩個加起來都要20萬咩？就係邊度愛做？在也個冇上到要做一個啦。佢而家嘅最後一樣步，而家都3天2夜哦。按今年啊，全台灣來嘅客家人，唔係講全都美濃啦，都來。而家咪差唔多有40個人。最後一樣步咯。都近日嘅12個企業家，全部嗬
对话，讲好上诶，像我做嘛嘅咯。哦，同也得农民也得好上嘅，做西式咩好上嘅咩？哦，賺豆腐卡嘅好上嘅，都生意嘅個全部坐一排，也就西式好上都計講，講到有團啦。如果講係講從一地波有一個整體嘅變入嘅，台體變入嘅，中山、中央，係講緊唔過學啲呢？係錯啊，係講緊唔讀書係外弄咗幾耕田咯，結果共同有一個特色啊，有一個用三個社會種嘅耕田個辛苦咩，種嘅烏啊，係講緊係開樣子都幾耕田，係講種乜嘅咯，而講一種白蘿蔔啦，係講。係講白蘿蔔佢有特色啦啊，會賺到幾多錢啊？而都講啊，係講啊黃先生冇按好賺啦，係講有啲人咯，而講白蘿蔔40年，都要種40年，出嚟嘅賣賺到2禮拜。啊，因為而家山區特色種誒，特色種啊，啲蘿蔔咧唔愛10年地步計種出來啊，冇一條路都冇條嘅。而講出嚟嘅咩哦？差唔多前4、5年，已經40年，都後背加埋，超過1禮拜後，我跌了25年。因為產量過剩，超過需求。都變啊，都15，最後存到6、7年。哇！按伊講一斤啊，鹽的成本啊，都係差唔多13到14啊。唔到後背，迄講後背冇買迄家嘅，全部了錢。哦，所以加都安尼，按講啊，按用嘅處理咯。按度落皮咧，以下按度就做去按客家嘅路子加工。你頭前因為你頭前那個時間冇好加減嘛，你只有延長它的產品的生命，所以人家都想到做呀蘿蔔。但是你做蘿蔔，我跟你做冇冇用啊，真係冇用咧，水風色咧。人家都有一個真香人欣賞，一般的日本三井的大廚。哇！太廚師，係都對台灣最有名嘅料理都日本三井。對，有興日本留學過啦。如果以留學家咧，也欣賞條擺到日本嘅黃玉廚，伊都聽到幾年啦。聽到幾年咯，伊都講我做家了，我揀紫蘇揀也蘿蔔咧做強下。我都講，我用紫蘇咯。他講你冇按你做嘅啊？伊講紫蘇啊，伊頭擺也欣賞，伊日本都講。伊條飲食嘛，嗰樣都紫蘇。伊講紫蘇喺日本料理裡邊啊，等於皇後。哦。你很多東西的調味調色都要靠它。伊種係呢。錯。故說呀，水鳳色咧是完全係因為呀怪事，呀個色醬油這樣子。看到呀個都唔講，呀個都呀，這就是紫蘇啊。哦。好漂亮。最強人家嘅，米飯以前幾年而家嘅過年前，以為做本來。都送本來也都認識咩？伊都愛講係啲櫻花蘿蔔啦，所以我做家嚟都打電話俾啊，嚟講商人啊，唔做家櫻花蘿蔔，我哋繼續我嚟做啊。而那個同佢講，講緊唔嘅櫻花啦，我來咯。如果講唔係櫻花啦，跟住都紫蘇啊。再試聽，哇！原來係咁嘅。韓國因為閩南嘅烹飪蘿蔔咧有一個特色，所以個皮啊係做得實咧，因為像日本嘅那個大根啊，當太條嘅蘿蔔咧，個皮我留佢小條咯，做唔得實嘅實咧就凍老凍硬咯，都唔好咬。唔過呀，烹飪蘿蔔個特色就係因為個外皮係做得實，食起來有種脆脆感覺。所以皮咪係有流的呢。錯，廿個特色都講嚇，從係都一第一年啊。如果講啊，從日本料理地方，你看你吃日本的蘿蔔咧，你就那個脆度，就會發現那個脆。我們該用用。對。如果講啊，脆其實啊，最重要係皮。唔係講啊，做啊有種醃都係你嘅醃蘿蔔呀醃外哦，你將皮拿喺度嚟做完。對，脆度就有差。白蘿蔔的好處用嘅咯，而都更加在做眼，中你主持用啊，細嘢，都跟女孩子一樣，那個身材，這個很漂亮啊，就瘦身過的。對。也都幹，他的那個等於在日本的只有日本蘿蔔的大概1/3嘛，有個廠。所以呢，以做家嘅嗰個處理啦，都好啲。而天然呢，也跟那個脆度夠。都已經人哋多啲面有種蔬菜種出嚟嘅咩？所以人家呢，你像看日嘅，人哋盤頭擺看到嘅人哋嘅蘿蔔咧啊，都人哋醃蘿蔔都人哋
平平的，一块一块的。也係講鹽呢啊，切細份細啲啊樣。用一個沖調的方法，都感覺皮最後圓融，因為櫻花鴨蘿蔔差不多按裡面。對。它這樣中間一切4塊，剛好皮每一塊都有。哦，所以這個是它全部連個切用的切都有用心的哦。我你最感動的是，因為果醬有一格，你看以前我加工廠啊，加工廠一天都 GSP 哦，都一天都無菌的一工廠。那你以前都要加，你可以搞唔通，都因為台中啦，衛生署同衛生局同你介紹講也加會好，都有啲果醬廣山啊，你都切。而冇安尼切安尼方法咩？而微料安尼做安尼落去，伊講很感動啊！伊講哦，有太好嘅先生，有另外也就專業感染過去，聽說也就好上嘅。能夠有小農也就共下合作。而微料也個人嘅機器啊，特別伊買一台機器在做。哦，因為像也工廠嘅東西，也就開模。伊條擺切嘅方法冇共用啊。對，因為工廠嘅用做，古時候其實你看。像一類滷肉配咧，就有按到故事做的來同大家紹介，完全發揮呀烹用肉配咧嘅地方嘅特色，完全攞呀商品攞佢行銷出去，就係用按用嘅方式，能夠適合嘅當人嘅力量。不過其實烹用肉配咧係有當嘅特色，我要同大家來紹介。先休息一下，下一段再過嚟繼續講哦。好，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平台，佢唔單唱適合嘅小農，韓國學生嘅，韓國業界，故所係完全全方面嘅連接。接下來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剛才有講到嘅滷肉配咧，哈，可以用呀烹用肉配來滷嘅，故所呀廣式農民啦，呀單元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呀民農烹用肉配咧，加嘅特色到哪一片了？天然看到嘅色，哈，個清講啊，你看那個整個櫻花那個顏色都透在那個那個肉配的地方，哦，所以天一個我哋天然嘅被做出來嘅呀，嗰度那個航空公司啊，有同人哋我們要克服那個包裝的問題，有幾家航空公司抵到哈，有同人，我同人帶下飛機單過去啊，我都滿意啊，講一個蘿蔔弄帶咗上去咯，如果帶上去啊，伊主要但是我哋就啲水嘅問題係冇解決啦，都有糖也都東西嘅。這樣航空公司同人講，一個蘿蔔的好處點來呢？它是最好的開胃菜。啊！伊講喺人哋上飛機嘅頂，上嗰啲飛機當國家都唔想去食東西啊。所以都跟人哋講，要做所有保障，人哋嘅努力啊，所以呢，伊都它開胃最好。對我開胃呢，都酸酸甜甜。味道都好，口感脆脆，尤其有帶點烹用肉配咧，剛好有講到嗰個皮嘅特色，故作口感食起來按用錫錫棍嘅感覺。錯，大概是咁樣。第一個哈，一咬到嘅裡頭有個那個脆度，你就感覺。第二個就是說，因為它的整個它用薄鹽，它整個方法的調白按有用嘅，啲都日本師傅嘅方法。聽年咯。台大食品研究所，全部有聯合好高的錯，都酷點上本來都100空嘅，它有個平台咩，台來負責做品管，做整個品質的控制。咁你做手工加嘅另外一回事哦，唔攞到大量生產嘅，第一個安全的問題，整個配方的控制的問題都台嘅做，所以吼，是在家徒底啦。
古時候透過也按到教研嘅力量，然後也胖用落去咧做到按好，唔單止有胖用落去咧也商品哦，還有其他嘅商品我同大家來紹介。比如講，也下竹蛋行有動到跟酒啦，哈，也酒嘅下豬頭做得寫一下小酒哈，阿喬妹一下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。也酒啊，係土味嘅酒，土味嘅酒也就出有4種無香嘅酒，所以係乜嘅無香嘅酒做得做到4種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主要吼，我哋去做，我哋做酷點平台，因為我哋呢個人好講，我哋喺台科大的校辦期間，我哋一個最重要嘅目的，我哋到善意農場啦。善意農場。佢間天數，嗰度人冇天數多嘅，難類天數嘛，吼。也家都講啊，高油鋪啊，我哋家都選睇油量嘅啦，睇到很多偏鄉，天然哦原住民，也量嘅都可以計天數最多嘅。他家己都農家哈，就跟白油冇共用，而且買羅皮嘅價位啊，而廠呢錢有限，因為而係無限，有錢無限，冇種多價位都攞去嚟啊，冇用嘅，所以人都價位也看人哋復興鄉哦。復興鄉他家地咩？都拉山，都喺山光那個地方。對，沿江人都可以做兩件事情啊。第一，一出來江人都可以賣，所以我哋用伙伴大學生買土本身。我哋家咩學講力量佢睇哦，學講唔可以有高質人，有學生嘅最主要嘅有校友。哦，對，校友。主持人啲嘛，全台灣最大嘅幾下學校，像文化大學啊，也教育啊。有24萬人，輔仁大學沒20萬，快要變成一個族群了。他們講太好，沒20萬。哇！台大當然過一天超過，對，台大嗰度。所以我哋嗰也學講哦，從我哋也擺適合教嘅學校，叫教台大、台科大、輔仁、淡江、文化、真理。還有聯動都做咗聯動，東海，我嗰個院上禮拜啊，慈濟來參加，慈濟好唔可以有一度嘅阿條幸福的人哦，我哋繼續，也個都講啊，我哋個好友適合佢啦，你像我哋叫安尼適合佢來加邊咯，也叫我好教，搶嘢嘅教育啊，加起來我200萬嘅人啊，200萬嘅人基本咯，我根本我哋講唔通到嘅人。假設我已經有算過了，大部分差唔多10%。好，有10%就已經多少人呢？所以我哋100個人買土嘅哈，買又唔難買。哇！哦，都我哋家都計啊，都叫佢家嘅設好夠啊，安尼嘅太好嘅夠裝哦。好，企去，全部都台北，跟人幾扎飛啊！跟也到人來，也到來台北呢個消費力最強嘅，尤其迪化街。對，所以嗰邊人山人海，嗰邊哦全部帶來東西買咗，全部買啦。嗰種除咗日本身，你買睇嚟以後，還有東西。從一個安尼嘅三光會啊，他家啲咧，從5月份開始啊，都上都安尼頭都開始咧。但是唔想哦，都幾日嘅時間咧，到6年大7年中以後，伊全部會落啊，會跌。都跌落嘅，我哋水果它搞有個經驗，人都收7成價都砸去了，買去，對，因為也要運輸嘅東西，但是呢，到最後來家邊買唔出去，因為甜軟嘅咩，又甜嘅了。但是對於做酒嚟講，最好嘅原料。哇！我所見我嘅韓體片推薦嘅是其中一罐係藍色嘅12酒精濃度10度的，對，都有嘅烤酒，一下來試下看。試看啊！哇！我搶起用皮度凍嘅米頭，哇！很香哦，韓國因為我印象當中有種酒啊，第一唔係按用嘅色，自家滷嘅酒唔係自家做嘅酒唔係按用嘅色，韓國唔係按用嘅米是嘅甜係甜唧唧嘅嗰種甜，因為一般人自家做酒就係用糖去讓佢發酵變成酒。所以我哋太好做嘢嘅事情，第一個安全，第二一定要健康，第三一定要有就接近有機啦，都自然嘢。呀，真嘅，你都得拿來送人呢，這個好好喝。一個好點，我跟講，買人買最多，日本人。
因為日本人青口是用豆子嘅酒，有頭嘅，有頭嘅，按按你嘅價錢啊，等於日本的1/2。所以按迪化街就想買，迪化街係你日本人去最多哦。啊，對。嘅嗰度觀光客哈，迪化街大概有30%係嚟觀光客。所以俺哋一睇下咧，給他買最好買到嘢嘅。古時有呀，10兔9兔啊，10兔嘅，韓國也係秘魯，係嘛？秘魯未開發出嚟嘅。對，韓國貴嘅呀包裝全部都係。係哦，我上多嘅，我上多嘅係做冰淇淋。冰淇淋韓國係用桃嘅嚟做，都桃嘅加一絲嘅酒。啊，糖起來咩都好食。咩相同太空研發出來嘅。哇，古時也真然自由嘅農產品係對農民來嘅，其他包含做嘅過程啊、包裝啊、創意啊，全部都係學生嘅來嘅。像呀，你攞部有隻鞋嘅都能研究。都研究嘅都，係哦。今年學生啊，其實他很有創意。對。俺哋不是講啊，今年學生做唔對頭咁樣。一下草莓族，一下水蜜桃族，沒有的事情。完全不同樣，這樣對。唔可以逼幾批嘛，我跟佢溝通嘛，我俾參與。我覺得啊，人最大嘅嘅感動是他去參與。俺哋都擔任下的學生係上拉拉山啊，讓他去看，他會感動。哦。俺哋都會喺那地嘅一禮拜。大概1禮拜吼，伊看到也等於安辛苦、安善忙，又冇賺到錢。人哋講，所以人哋要解決一個問題啊，馬到很多社會企業，馬到很多大學的社會責任，唔同去干壓到辛苦嘅人，係嘛？天數，看到家的。所以你看包裝，佢全部人哋去看設計，你從演繹嘅吼，很感動哦。哦，兩面看上呢，有看到啊，兩個人用書呢，樣那個一層一層的，哎，那個纏繞的過程其實很感人。對，啊，每個人會感染這個種，叫人家都設計。根本也有美酒哦，有一首歌曲叫美酒加咖啡。當然還可以來咖啡，要來試一下，一咖啡咩係亞太口太起家嘅品牌，對不對？這個善意咖啡，聽講係得獎嘅哦，得乜嘅獎？都世界冠軍哦。冠軍呢？你有聽過嘅嘛？個意式咖啡豆，嘅半磅要1000人口嘅種意式咖啡豆，要比佢hand較好，比佢hand較強、hand較優秀得到獎嘅呢？對不對？也係那一片嘅咖啡豆。做嘢嘅吼，也3年來啊，人來做台科大酷點校園，我最感動的事情就講，你只要有善心，社會會知道。甚至啊，你會感覺說，如果有上帝哈，上帝都會幫你忙。那你做一下很有意思哦。3年前，他個案底的2年，差不多2年到3年前。那你看台科大酷點校園，剛開始半年，有一年啊，高中請來啊，高中請來，啊這邊哈都脖子有電啊，那個伊索比亞有一個垃圾山呢，倒下來啊，壓死了49個人，高中都請來。講變起啊！你有看報紙冇？按隔壁外國冇係冇看報紙。嚟講按報紙用嚟有講人哋好講嘅事情啦。如果唔咩，有當然有關係啦。見台科大係咧全台灣嗬國際化程度最高嘅學校。人哋一般學生裡邊有3000咧係外籍學生嘅。哇！唔單槍僑生咯，還有外國嘅外籍生。多我有搞國際班咩？天然人佢神奇哦！台灣啊，都話伊索比亞嗬，68嘅留台灣嘅學生嘅地方啊，56個喺台科大。56個按到。所以佢高中都講啊，以68嘅人來台灣，56個聽人哋台科大，演呢個界有問題，人哋要改天數。哦，古時唔看咯，伊索比亞嘅學生嘅來到你台灣，上來嗬要做乜嘅事情來聽數嘅，就而且休息一下，下一段節目當中再來同大家分享哦。多謝。
好，分享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一權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到吼，也係王炳熙董事長佢創辦咧也酷點教研吼，也個平台，有當到小農嘅產品，韓國係適合嘅學生嘅，韓國業界同大家來分享也東西。剛才有講到也咖啡嘅部分，也咖啡嘅部分吼係台科泰自家嘅品牌，韓國同也伊索比亞來到台科泰嘅留學生，向下來合作，所以一幾個合作嘅故事係乜嘅？都提前講到一半嘅哈。對。俺都講啊，我買乜嘅東西呢？我計天數，我買乜嘅東西啊？比較高中同來講，伊索比亞係呢世界咖啡的發源地。俺係長期做行銷呢，哎，這個特色很明顯啊。直接眼睛把它做啊，對眼睛一點，就是說它是世界咖啡的發源地，那就好辦啦。對。啊，但是呢，俺要改特色，改太好嘅特色做下去，安尼，那社會才會感動啊。所以俺人家都6位學生嘅哦，俺要教伊，都我們一定要來自於鹽業嘅學生嘅，都56個地方人先綠沙啦，綠沙咯，俺人家以訓練用咯，以開始哈。也個俺哋很感謝，就是歐克勞投價投辦提寮國家呀，俺認識伊啊，伊提寮國係呢全世界，世界衛生組織哈，公認它是全世界的淨土，啊都講中東西家的，俺來7、8年前認識伊啦，都冇機會安尼，伊就推做咩？高中同佢講一個事情一樣嘅，體通電話嚟做答辯，嚟講啊做一樣事情，伊講好，嚟得人聽數。啊！我用天數咯，係講天咧，唔能講係啊，6個學生咧嗬，第買個安樂咖啡，俺哋從俺哋對米農成長，你還不一定就民業社的那個白玉蘿蔔，你還不知道它的特色。對。所以俺哋要先6個學生咧，松筆，而家伊喺台北都有一個店，都在民權那個東路，俺哋要6個學生係松筆去實習不過安用買個安樂好咖啡。好咖啡，安用嚟泡，安用嚟封皮，好都咁樣嘅全部。因為當到啲非洲嘅農民家就搶地種，後尾搶地種聽可能一開始會有發酵也得，啊，青島就係老原物料送本盤商就全部攞去剝削。所以俺哋也都唔聽講到重點嘛，俺哋講咱6個人，俺哋該送鬼哦。送給人，人家都暑假時間，人哋出錢啦。送計6個人送咗伊，送咗伊咧，人哋話你要啲特殊嘅期間，攞佢送咗伊。唔怕嘅啦，你，但係如果話唔可以選嗬，小農咖啡，嗰度安尼，比如說他已經是被 Starbucks 啦或者怎麼樣啦，嗰種人人哋唔是該天數嘅咩？伊做到幾好嘅呀，人哋就要小農，哦，都確定一定要有小農。今年咯，人哋講唔可以給你殺價錢。我們善意，什麼叫做善意？他價要有錢傳。像俺哋做白玉蘿蔔，俺哋相同哦，俺哋可以保證價格，T100，俺哋可以滿意15元。最後俺哋底下成本13萬，而跌到5元，俺相同用15元嘅賣。都俺哋要保證都講啊，做農民嘅人，以耕田過辛苦，做唔定俺哋再去計實價，一定要比有錢傳，最起碼要比保本啊。從俺哋都落批啲，俺最後用15元嘅喎，俺哋底下成本13啦。當咁多，一天俺哋一天，從俺哋做咖啡咩咧？市場嘅經濟唔係按用嘅方式。唔係啊，俺哋都講啊，生意都講啊，種人要有錢賺，加工人要有錢賺，最後賣人要有錢賺。俺哋包括賣出去哦，從俺哋賣生意咖啡哦，天然價嘅。人家因為18噸，一個茶都18噸啦。你起價好搞做按度，但是有個都係T100做，人哋冇人睇能力嘅，唔可以做好事嘅。像人2塊樓，我很感動。有個王董事長，伊講啊，黃老師沒有關係，我配合你。伊本來冇喺非洲買咖啡啊，伊出嚟寮國咩？伊講唔怕佢幹天數，一貨櫃嗬都18噸啊。我哋可以做那有按冇按太過去弄啊。伊講唔怕，唔同你講唔會拿一朵，其他伊全部天數做，同人天數做，有個很感動哦，一開始係，我哋天然價嘅哦，我哋賣6噸啊，其他生意都以同人天數賣哦，同人加工，所以我哋講，我做30家嘅哦，一天會有3年。
有三型，就有3年用它吸它皮了。按个6吨用啊买，个简单，包装出面啊，人都钱也掉，嗰度高油嘛，啊加会过年，多用的时间呐，一给到元旦，天年哦，秋日过年，天日加加的哦，马个都高油，嗰度高油吼，它已经功成名就了嘛。按以过年呐、元旦呐，一定会买东西送你们，人家吼，但是必有钱赚啊。人都按嚟計講，係講一啲咖啡哦，起咖啡吼，迄隻家做家嘅有利潤，啊，人家都計講，也多杯咖啡吼，比如說假設一包賣1000元，係夠用，人家唔賣700。其實我知道吼。唔是用也得折扣誒，因為佢本身也個品質就已經太好誒。但是人去年做家嘅人要鼓勵啊，人少賺錢唔怕，所以人個人先7-5隻幣哦，7-5隻幣家了，其實人個成本人去個做成5上啦。哦，人想要穿2上班，人都計講安尼，7-5隻拿來嘅，但是人想要選擇，但是人用。15%也要7-5隻地位15%，人要根本好搞也得好上來，就伊索比亞又來做社會的回饋，但是用亞面哦，你看，人拿7-5隻的價錢，人要去做到15%嘅善意，人哋可以比哦，都變成亞面，一定要用6上拿到好嘅東西。要做15%嘅善事，然後我唔做。古手真嘅，100連接了小農、學校、韓國沙飛企業，就係按樣嘅事情一直在循環。本後上嘅假使講喺畢業以後，要直接進去企業，其實也是容易的，因為呀全部就係 Q 用嘅事情，對不對？如果除咗呀平台，用錄嘅平台以外，還有設計嘅實習，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實體的市集，對不對？對，實體的市集有2間店，第1間店已經開嘅，剛剛講台北嘅梨花街，對，韓國也咪係所有棟好搞空下來，地盤。簡單嚟啦，都一般空的好搞。我們有一個平台叫酷點校園，對，大學是以實體的，跟大學是實體的，俺從100空架，地位線隨時調整啦，年這上到18架，哦，嘅地位，零點，一張頁，都他把看季節啦，就重點嘛，像俺哋暑假時間都用一個。就一個指定的東西做重點，也請對時誒，像商場也都台咩，台人有一個米啊，因為做到今後啊，因為可是有做那個米酒誒，他那個小米酒就用日本的那種小米酒的方式。古時候酷點平台放嘅東西，到40地路等都看得到。哦，除咗呀梨花街嗰個實體的40以外，其實還有另外一間店就會開了，對不對？另外一咧，對板橋，他家己咧全台灣最大嘅沙記就在合一社區嘛，就在板橋那個亞東醫院正對面。哦，亞量咧，我哋佢咁通哦。你像梨花街差唔多125平，梨花街嘅係全台灣最老嘅部位哦，120年。俺哋一個教育啊，計裝潢用全部用頭擺嘅方法啊，古色古香，裝係4000萬哦。啲地方他家來哦，有很難來，因為哦，整個都是檜木箱，單一建築地方檜木用的最多。啊，而嘅檜木哦，嗰度而頭擺yen卡都佢有錢，而鐵板台能夠有富氣嘅人啊，擺台係佢有錢。板橋嘅間店咯，板橋嘅也個係你嘅教育啦，而本來用6年啊，而本來一張嘢做本年25萬咯，本來用6年一個都同冇人啦。哇！而都講到也個係你太好嘅係你嘅平台，係你這個做生意啊種事情，啱咯，係你一個美容嘅經驗咁樣看到啊，都美容線精湛嘅條架。哦，如果你未潛入去，而土地嘅已經本來嗬相同。2間啦，今日先做第1間，150平，每一角冇同人數。古時候真係有100年，你看小農
然後學校，韓國留社會企業，也按多人共下來合作一個平台，就係希望替咧小農有錢賺，學生嘅創意有辦法整件變做商品，變做設計嘅東西，也對學生嘅也對出社會以後也對愛前頭路，其實我還較簡單，因為也對幾件呢個做社會嘅事情呢，韓國有做得回饋我們的社會，就因為有呀。平台酷點校園，適合嘅按多嘅學校，很多按多嘅學校嘅資源，又去請按多嘅小農。不過今年這件東什麼，告訴來同大家分享按多。多謝，謝謝。那什麼天司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咯，休息一下，等下共下來做運動哦。